大家好，我是温启新。这一次在这个戏里面，我们有三个主线，有3个家庭，三对父母。然后当然主要的那个焦点是在小孩子身上，这是一个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一个生活里面，或者是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然后我在里面做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补教名师，我的老婆是钢琴老师。这个爆发力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难事，对，3对夫妻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另外2对夫妻都比较外显，他们是有话就直接说出来的。那反而我们这一组是比较内敛的，俺想要老小开转学，也得好讲艺术看过，你知道的。因为转。之前老都喺放假，也哈情形无强用诶。俺为小凯离开那种危险的环境，你莎莎客厅啦，俺要努力做爱老小凯转学。不过，小凯，你们想爱转吗？佢当然想啊。妈妈，爱点小乜解？妈妈喊喜欢去学校做爱新妈妈部分，叫你上课下课，听说没问题啦。妈妈，小凯，妈妈昨天晚上跟你说过了，猛抽。我跟家里讨论到最多的就是这场要不要报，这场要不要报？如果要报的话，要报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无爱同意，唔是想。今日俺妈耶，俺一夹吧，俺带去囡仔，唔是经过你的同意。小凯护照搞出来，你唔搞系嘛？好，一家起。然后换了到那一场，我可能再问一次导演，导演说不行，这一场不报不行哦。然后我们就等于是几乎每一场都要变得处理得非常小心。一旦我们判断到说一定要报的时候，那可能就真的就已经是心里头真的是整个满出来了，那真的是必须炸开来。客家天视台，客家电视台这次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特殊的，从小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奇异幻想的一个世界。明天一起去乐园。大家要努力的收看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优质、好看的一个戏剧。